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仔日开始做自费的 AZ 疫苗，各地头的病院也拢自费了啊。另外，染病技术，但是中表示讲无啥可能性是本土病例。NCC 的副主委王宗碧进前北防骗350多万起，伊也提醒民众要注意诈骗行为，提高警觉。台中轻空港地抢行在起在路底桥的货车发生爆炸，造成2个人工人受烫伤，不加在是无生命危险。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今仔日是自费做 AZ 疫苗的头一天，真侪病院的名额早就注本了啊，反应是真热。为什么有人愿意开钱来做这个 AZ 疫苗呢？对民众表示讲，疫苗的副作用，若甲染病了后的镜头来比，副作用是比较较轻的，而且出国也较安心。好，先吸气哦，哈。疫苗都不要揉，会帮你贴起来。现场观察半小时。自费 AZ 疫苗开始做啊，卫福部桃园病院是桃园市唯一一间疫苗注射专职病院。下晡2点开放了后，现场排队排真长。这来自英国的先生住伫台湾已经3年啊，因为最近需要等去英国处理厝的问题，所以讲赶紧来有要注射 AZ 疫苗。I like Taiwan. Taiwan's good. The health system here is brilliant. Very, very good. 今天总共报名的有245个，所以现场可以看得到，其实接种的状况是非常的踊跃。而上早开放民众注射是新北市的阿东病院，民众报到了后，相关行为医师来问诊，评估是不是适合注射。你因为工作必须出国，昂先生假设早起头一来注射。因为我们如果在第一天过来打，然后可以先观察整个后续的情况，万一有副作用的话，不会说出了国之后，然后还要去请求这个国外的这个救援。另外，北医也在下晡开放旅游的医学问诊，有要注射自费疫苗。即阵这礼拜5的问诊呢，有要注射已经全部满了。有要供出的需求，然后刚好有落在差不多这个时间，然后就有自费的疫苗，所以其实公司就建议我先施打完了疫苗再出国。伫东台湾的部分，卫福部花莲病院也开始接受民众注射，每礼拜1到拜6早起拢有问诊，每一节是436块。当然有少许的担心，可是这个我也看过很多研究，也看过一些网络跟杂志上的解释，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卫福部掌握头一天自费注射，全国大约5000多人有药。这波自费注射适用对象包含商务、出国工作、留学，也有就医这需求的人，而且无限国籍。而甲国内公费注射率来比较，自费注射头一天反应是真热烈。指挥中心表示，会看国内疫苗工会，也有公费疫苗注射情形来评估是不是放出更加侪疫苗到自费市场。记者自龙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名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斯洛伐克、印尼甲菲律宾入境的。另外，讲到昨有2位货机的技术确诊，指挥官但是中也表示讲，对因2人接触者的检验结果来看，无啥有机会是本土感染的。若讲到公费疫苗的部分，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23开始开放予警察、宪兵、宗教或者是社会福利机构人员来做疫苗。2名国际航空的货机技师去为着新冠肺炎上新的疫情调查，也有检验结果公布。疫情指挥中心讲，2人的接触者总共168人，其中132人 PCR 核酸检验是阴性，11人检验中，22人等待采检。另外有3名防疫旅馆的员工有适当防护，无需要采检。指挥官但是中讲，感染源也调查，也过本土感染的机会，因讲是真少的。比较担心在4月4号到4月9号这段时间被染的，那可能还有一个来源的问题。但是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检验的结果，看起来那个可能性也几乎是微乎其微。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对4月23拜5开始扩大开放第5、第6类 AZ 新冠疫苗公费注射对象，也就是包含警察、宪兵，也有长期照护、社会照护机构的人员、家属照顾人、救护员、介护人员等，拢能注射新冠公费疫苗。第5类的人数预估的人数是5万人，第6类是20万人，所以含前面所开放的61多万那总共现在开放到第6类可以适合公费施打的对象是86.8万人。新冠公费疫苗注射1个月，全台湾总计有34197人已经注射头1剂，并且有211件不良的事件通报，其中19件敢若像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而台大病院头一波有医师要注射1507位医师人员，拢已经注射好了。
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侥幸钱是失得了。伫台北市有一间旅馆去互民众检举讲，因用防疫旅馆做广告。市政府去追查了后，发现讲因广告无老实，而且根本就是一间无牌旅馆。就安尼死，就甲业者罚100万。另外，伫台北市的防疫旅馆，今早起有一名对菲律宾返来台湾当日检疫民众，说是死伫房间内，详细死亡原因也搁爱调查。伫台北市西门町附近的这间旅馆，铁门有落来2/3，敢若无咧营业，因为互民众检举，认为伊以防疫旅馆来做广告，敢若要提供民众居家检疫。经过追查发现，毋但无伫合格防疫旅馆的名单内底，嘛也未取得合法的旅馆执照，互管团局罚2届，金额累计100万。他的文宣立刻请他下架，然后另外一个也查证说到底有没有居检者入住的部分呢？查证结果是没有居检者入住的请示的。对于他违规经营的部分呢，我们去年罚了50万，那今年又罚了50万。违规使用或者是有严重的话，我们甚至1次2次不改善的话，就会断水电。管团局罚2届的期间，旅馆有原有营业，互副市长黄珊珊忍袂住讲重话。管团局是强调，这间旅馆已经有咧申请执照，按算这2天可以客到。不过台北市真正的防疫旅馆所传出死亡的案件，一个80岁男子4月7日为菲律宾返来台湾，在防疫旅馆无回报有任何症状，一直到19才反映有甲疫情无关系症状，嘛捌去看医生。21早起，卫生局接到通知，你内底查看发现伊已经明显死亡。可能是居家检疫比较久了，那可能这在情绪上心情比较不好，所以当时也没有开立一些的药物，那就是继续回去防疫旅馆来做这个检疫。会通报这个检警来做相验。那他如果说有送验这个 COVID-19 的话，那我们这边负责会做采检哦。那现在应该是还没有送验啦。根据警方的勘查发现，现场无外力介入，嘛无自杀的迹象。不过，真正的死因，搁有待检察官进一步确认。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会去影响到全世界大海，也就是日本政府宣布讲，2年后要把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去大海内面。进前，咱台湾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也讲，咱台湾也是共款把核废水排入去大海里。今仔日早起，却引起立委界批评。关联会也出来驳回讲，台湾的核废水是正常排放的，甲福岛的状况是完全无同。谢中廷毋是核能专家，才会讲毋对话。福岛第一核电厂有辐射废水处理未去，日本政府宣布2年了后套核保排入大海。邻国韩国深表遗憾，中国批评非常无负责任。台湾外交部表达高度关切，了原联会透过批表达反对。立委林奕华批评外交部监视原联会外交局咧，遗憾蔡政府无强硬表态。我才要真的对你们表示遗憾啊！是我看不到国家立场的反对。这是让我觉得，身为外交部的官员没有肩膀，没有骨头。林奕华不满外交部唔那无反对，驻日代表谢长廷佮里面册发文，引用日本副首相麻生指出，中韩嘛排放含川废水到大海，认为家己排放佮抗击日本排放正歹，义正辞严。这番发言，外交部表示并不是为内部来的训令。你们有去纠正驻日大使的发言吗？有没有？我们会确实转达。你们就应该用正式的告诉他，身为一个大使，不能随便乱发言啊！我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帮他缓颊哈，我觉得很多东西他不是专业嘛。伫专题报告进前，媒体访问主委谢小新，问到日本政府讲核废水啉了无代志，原联会看法如何？主委回应，伊当然感觉无适合来啉。我当然是觉得不适宜饮用嘛，就这么简单，好不好？你当你听到是核废水的时候，你会去饮用吗？请问一下，我反问你。不会啊，所以对不对？你就是如同脏水，你会喝吗？是不是？那你脏水也要经过过滤了以后嘛，变成干净的水嘛。台湾核电厂排放的核废水，甲日本排放的敢有相像咧？注意谢小新伫民众党立委高虹安一算时阵回答：福岛废水是事故的排放，国内核电厂是正常排放，全世界的核电厂拢会排放核废水。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讲到 NCC 副主委王必忠顶年5月时阵，捌离开职务，登去休困，想袂到诈骗集团加做检警，甲伊骗358万起。
警方接到这个报案了后，落尾也甲这个4名嫌犯抓到手。王必忠唔但感谢警方的斗相共，也呼吁民众要爱提高警觉。先讲物件摕出来。叫嫌犯甲身躯物件交出来，因就是诈骗现任 NCC 副主委王必忠的集团的成员。去年5月，王必忠是去代理主委的职务，登去高雄休养，却是互诈骗集团注意到，以假检警的手法要求伊甲存款交互假检警来监管，哄骗走358万。警方接到报案了后，3天内底抓到4起这4名诈骗集团的成员。他不断以搭车的方式计程车以及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不断的变化。来混淆，仍遭警方起获，4人到案，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面对防诈骗的代志，到即阵损失的金额，有关报道讨回来。去年8月会任副主委的王必忠讲，确实是遭到诈骗，也提醒民众爱尽小心注意。确实是有这一件事情，我在这边呼吁民众哦，那因为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哦。那接到这种可疑的电话的时候，要有警觉，必要时的话要寻求警方或者亲友的协助啦。有假检警的诈骗案件一直发生，刑事局强调，诈骗过程中集团的成员会替你转到105，虽然也甲电话转互自称是检察官的人听，互落入去陷阱内底被害人以为是真正，阮是甲钱交出来互监管。呼吁民众说，如果接到类似这样电话，然后你真的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被盗用卡片被盗用的状况的话，不要按那个转接的键，你直接挂掉，拨打165专线去做咨询，会是比较保险的方法。刑事局呼吁检警的人员未监管任何人的户头，更加未要求交付现金，请民众一定爱提高警觉。而这个王必忠防诈骗案件，高雄地院已经在3月底判决4名集团的成员1年8个月到2年不等的刑度。而这个集团4单的主嫌将由检方另案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新任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上任了后，代替的改革是伊上届重要的施政重点。行政院长也核定交通部所提报的代替局长人选，目前是由代替副局长杜眉来接任。杜眉伫咧代替已经33年啊，伊也捌做过台北站的站长。代替产业工会也讲，杜眉这个人比较较强势，希望未来会当好好甲员工沟通。0402这个太鲁阁事件，这件事情是一个政府杀人事件，这个我们局长认同吗？是认同。啊？认同哈。内定升任代替局长的杜眉到立法院备询，互委员问到太鲁阁事件夺走49条人命，敢是政府杀人？两度讲唔对，表示认同，后来澄清是无听清楚委员的问题。面对已经互行政院核定被接任代替局长职务，杜眉表示，家己就任了后，会优先将代替沿线目前所有工地检测完毕，确保行车安全。防护有很多种层级啦，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台铁的沿线，我们也有很多地段，我们有建设围篱啊，就可以防止。杜眉是33年的老代替人。上代交通管理、代政治系硕士，可伫代替了后，伫运输部门服务，担任过台北站站长，目前是代替副局长。外团交通部长王国材看重杜眉资历高，佮有特殊的管理能力，也过有基层员工反映，杜眉的作风鹰派，较强势。他针对司机演技班机务这个区块，他是比较没有那么内行，不过他集中协调沟通还是蛮适当的了。很多员工在私底下讨论，其实都会蛮担忧的，对，因为会认为说他，在过去真的是比较不太愿意跟基层沟通。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去年12月，代替因应台北车班休困宿舍搬线，捌切到树林调车场，到树林站只有司机员开车，无派车长，互车长伫树林站驱着拍伫开车门。当时就是杜眉要求运输人员执行这个政策，虽然后来法庭也过可见伊的作风，对员工反映无好沟通。杜眉回应，若讲基层有这种声音，伊会思考来面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中的风险钢铁厂，今早起发生
钢铁连续村的路底石要再造时阵，所发生爆炸意外，而且有2个工人向烧烫伤，好佳在是无生命危险。台中市路检处表示，钢铁厂无遵照 SOP， 无检查运送的车后道敢有水分，才会造成水汽爆炸。专案也依照着职安法加因处罚。载着高温路驶的路驶车准备前往对立区，也可会当看到车头内红旗旗的路驶，也毋过路驶突然发生爆炸，大量的路驶带着火焰喷出来，规台车陷入火海，停伫路边的一台连接车也着火，也有2名经过员工也受到烧烫伤。炉渣喷溅的一个事故啊，那喷溅之后产生周围的一个小型的小火灾啊，然后刚好我们有同事路经该路段，所以有因此而受伤。位于台中后里区的鸿兴钢铁厂，2早起晚8点传出路驶爆炸意外，受伤员工送医急救，其中1名受伤的人司机是14拍2至3度烧烫伤，另外1名规身躯5拍的2度烧烫伤，好佳在拢无生命危险。虽然鸿兴钢铁第一时间表示无清楚爆炸原因，也毋过台中市路检处调查发现，路驶车的下面有水分，才会发生爆炸。那走了30公尺的距离哈，那就是因为水在里面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炉渣加热作用下哈，经过这一段距离跟时间，然后产生了这个爆炸的这个情况。因为炉渣温度上1000度啊，温度非常非常高。那它这样经过之后，可能有水不小心掉到这个桶子里面，然后造成这个瞬间气化所造成的体积膨胀1000多倍之后，带动整个炉渣喷溅到周遭的环境。物理老师也表示，液态水一拄到1000瓦度的高温路驶，就会气化成活1700倍的水蒸气，相当危险。台中市路检处强调，路驶车道袂当有水分。鸿兴钢铁无依 SOP 检查，将以违法职安法开罚，可下令路驶车停工，业者需要提出改善计划，审查通过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西雅湾，前2天有人早起去海边游水，想袂到因发现中伫海面顶头铺一层乌油，也闻到臭味。因怀疑讲有船只伫咧偷排废油，甲通报这个海保署了后，海保署也随展开调查。游泳客身躯顶悬高着不明的乌油，烫落游泳帽啊、游泳裤顶悬嘛拢是乌油，互因唔敢搁穿。收到超一半的所在安尼，规身躯啦，规瓶的油啊。顾到规身躯安尼，目镜拢乌扫扫，根本都无再来收啊！高雄高山的西雅湾海边啊，18号透早有游泳客游泳的时阵，发现海面有不明的乌油，而且都有臭味。上岸的时阵，油甚至高伫身躯顶悬，赶紧洗身躯并通报管理员。油在很外面的海面上在漂流的话，其实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啊，它可能也不是他们听是说他们在南甲湾那边是没有，是油是在北甲湾那边。乌油出现伫西雅湾瓦中山大学附近，范围大约50公尺左右的海域。沙滩顶悬嘛有一寡结规地的乌油，游泳客怀疑是有船只偷排废油造成。海保署甲海巡等单位接到通报了后，赶紧由吸油所来防止扩散。另外调集几工的卫生道来追查污染源。船舶有这个，就是卫星有这个影像的话，因为它会有经纬度的位置。然后还有时间点，精确的时间点。那我们呢我们就会去请航港局，它有那个船舶的那个自动辨识系统，那它可以掌握到船舶的航迹。海保署表示，乌油迄天下晡就清理煞，后续无阁接到通报。除了调卫生道，嘛会请港务公司协助清查港区内底的船，希望上紧会当伫21号下晡锁定有嫌疑的船。若确定是对一只船偷排，以海有法上悬会当罚150万。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伫咧咱台湾本岛出现头一个牛结扎症的确诊病例，为着要防止疫情，苗栗以北的饲牛场都已经完成注疫苗的工作啊。这礼拜，甲外国注文的疫苗也会送到台湾，苗栗以南的县市也会开始甲牛注疫苗。另外，全台北市283只做实加野放的水牛，也拢会用分配钱的方式替牛来注疫苗。新北市后阳警官碧地草坡下边有一只水牛，警官找好角度，吹至一盆牛中箭了后，带了断开，注疫苗成功啊！
OK， 大致 OK。看了山区，这只酒外景好奇赶紧，防疫人员看机会随随钱完成。外景了后，还有几只牛爱赶紧做疫苗。吹了啦，没关系啊，吹了啦。吹完钱用完，随往返方向紧走，就惊后牛群拢着伤，因为南口出现本岛牛结节症修理。新北市虽然完成饲牛场做疫苗，佮出动空袭机沿着河床找牛，千辛万苦完成283只放养野羊牛加野放水牛的疫苗注射。必须要跋山涉水，陷入泥沼，才能够接触这些牛只。防疫人员必须要接近这些几乎是野生的牛群10公尺以内的距离。15出现确诊案例了后，明日100饲牛场3天内完成做疫苗。目到金门支援疫苗注射的嘉义县防治所表示，速度来伫协国内执行，应该会比金门较简单。金门牛只放养范围大，敢若要找牛就找真久。嘉义县目前饲9600多只牛，7成是年牛。提出的疫苗了后，会并伫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如果我们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把所有的疫苗全部打过一轮的话，它是等于说一个全面防疫的概念，所以这样子应该对疫情的控制其实是会非常有帮助。看起来像家庭代工的场面，其实是嘉义县防治所人员官工制作水钱，提早准备好工区，希望疫苗到货时阵会当提悬效率作业。虽然牛结节症病毒已经伫亲本岛，但过目前已经完成全国牛场健康访视，无发现异状。记者综合报道。外界正关心的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血统的查甫人弗洛伊德，去互一个白人警察用脚头斧对伫颔棍活地死。目前这个案件也宣布讲，这位白人警察去互指控3项罪名全部成立。弗洛伊德的亲人也讲，司法总算行因正义啊。听到白人警察小文被控2级谋杀罪、3级谋杀罪加1级过失杀人罪3项罪名全部成立，受害者弗洛伊德的家属是欢喜佮悲伤。We got justice, we won. He may not be here, but we won. 这个案件受到全美国高度注意。伫明尼亚波利斯市的弗洛伊德广场，群众听到判决结果，马上拍破啊，也有人赢20块美金。去年5月案发的时阵，弗洛伊德伫店家买粉的时阵，被发现用假钱就是20美金。迄时阵店员报案，白人警察小文等4人到场处理。弗洛伊德拒绝去警车，互小文对颔棍死亡。了后引起全美国黑人命也是命串联暴动。这案件审讯3礼拜，包含报上路人迄弗洛伊德被对颔棍死亡影片，甲店家内底监视录影画面等。They stopped and raised their voices, and they even challenged authority because they saw his humanity. They knew that what they were seeing was wrong. 陪审团经过10点钟作出裁定。这案件伫辩论的时阵，小文的律师表示，小文执法使用的武力理由是正当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死因可能甲药物滥用、数字汽车排气有关系。检方表示，3人拢看会出小文做啥物代志。小文的3项罪名，2级谋杀罪上重，会用判40年；3级谋杀上重是25年；2级过失杀人上重10年。8礼拜了后宣布量刑。弗洛伊德家属嘅委任律师克鲁普表示，这裁决对美国所有人民，包含非洲的原住民、亚洲的，拢有意义。总统拜登伫宣布了后表示，种族主义已经加做美国精神的污点。弗洛伊德案件判决结果有希望带来重大改变。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法务部调查局今宣布讲，抓到一个有史以来上届大战的大麻毒品案。这回有查到1608张的大麻。专案小组3月伫新德县的关西也发现大麻工厂，也伫桃园发现到大麻材的厂房。法务部长蔡正雄也强调讲，大麻目前伫国内有关是二级毒品，一切也会依法严办。警方前后车包围，互险行行家唔知要安怎落车袂记哩游动啊！地输货车向后壁处差1点啊，弄着警方。法务部调查局宣布，顶日破获国内史上上大件的大麻农场，查获1608张的大麻。空袭机监控翕到毒枭集团伫新竹关西丁山区中山头山边原地搭建有自动压水设备的温室，种大量的大麻。敢若搬运靠岸的大麻，都互专案人员做日时也无用到暗时。因为这个工厂分别设在
桃园还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同仁是费尽了心力啊，长期的跟监才能够查获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种植工厂。受到行动公布进行，专案小组伫塘园发现大麻幼崽的培育厂房，查扣大批的食物箱中等大麻幼崽，行大甲包装设备，这款幼崽大长了后会刷到片片山区。毒枭集团也伫外口种菜，想要瞒骗别人。法务部长蔡清雄发挥大麻伫国内属于劣质毒品，会依法严办。虽然国内有一些人主张要合法化，但是这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查获这一次的大麻。召开记者会也是让国人知道，这还是属于2级的毒品，是依法要严办的。这摆查获的大麻超过9000张，有500张目前是放伫台北市调处的大礼堂24点钟监控。针对毒品保管问题，蔡清雄强调，法务部有决心解决，无要互保管产生弊端，抵消缉毒成效，像协调回收厂协助处理毒品原料半成品，也执行地检署联络本所的漫游，帮忙销毁毒品成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今日公布2020全球死刑报告，内面有讲到去年有18个国家执行死刑，拢总执行483届，比顶年减少26%。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搁再加上伊拉克、沙地阿拉伯的死刑执行数量大大降低。另外，前3大死刑执行的国家，有关是中国、伊朗和埃及。国际特赦组织1公布2020全球死刑报告，指出，甲2019年比起来，死刑执行率已经降16%，是近10年来死刑次数上少一年。不过，也有18个国家无停止死刑，总共执行483摆。在中国，死刑是列为国家机密，所以这数据无包含中国。不过，因有关相信，中国一年至少9000人被处死，所以前3大执行国分别是中国、伊朗加埃及，其中埃及比去年增加3倍。The significant drop in recorded executions was primarily linked to important reductions in 2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historically reported high execution figures. These were Iraq and Saudi Arabia. 强调新冠病毒疫情加上伊拉克加沙特阿拉伯执行次数减少，是全球死刑执行率降落的主要原因。只是这2国的处决人数，为全球来看，其实也无算低，至少执行45人加17人，是第4甲第5关。对比全球已经超过一半国家完全废止死刑，台湾去年处决1名死刑犯，各5个被告判死刑。我们逐步废除死刑的一个政策并没有改变。那现行法还是有死刑的规定啊，那我们只能够用最审慎的态度来加以审查啊。如果所有的救济程序都已经没有的话，当然我们还是要依法来执行。另外，会师团体为台湾被判死刑的新个案当中，发现年岁上细只有21岁，点出死刑年轻化忧虑。佮表示，自2023年国民法官法上路了后，死刑数量是不是相关，也正做一个真大温休。所以，真侪人权团体呼吁保障死刑犯特赦权利，佮马上停止死刑，尽早达到会师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社会的发展千万唔通搁再用人命，互社会搁较进步啊！第21年前的4月20日，屏东高级国中的学生叶英智，因为伊个人有温柔的个性，所以接着去互同学霸凌。伊为着要闪开同学，拢会经时间去变数。数一届，伊伫咧变数发生意外来死亡。叶英智事件也催生性别平等教育法。去年底，高级国中的变数也进行改建，甲查甫变数外口做一蕊玫瑰花，查甫变数外边做一丛树仔形。不管是查甫的温柔，也是查甫的刚强，拢是咱上界爱兄弟姊妹。学校要用这款做法来面对历史，也提醒咱着爱尊重无共款气质的人。查甫便所外口白铁玫瑰出现伫冰点馆，另外一边大树刻伫个查甫便所外口。学校表示，这代表性别刻板印象的改变。查甫囡仔用亲像玫瑰同款美丽，女性用亲像大树同款强，也希望后来过去发生过叶英智事件，唔通阁发生伫任何一个所在。用玫瑰的这个图腾，就是希望孩子们记取曾经在高速发生的这样的事，也让孩子在校园上。每次上洗手间的时候，他记得男女要互相的尊重。
学校讲叶永志读的教室因为老旧拆掉，拄这栋18年的私人楼变所，得到政府家己为周春美的支持提供经费改起翻新，则希望用标题结合性别教育，提醒囡仔尊重个别无同。改起完成了后，也利用调会甲学生讲叶永志的事件，代表学校跨出面对历史的第一步，也重视性别。女生虽然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女生其实内心也可以很强大，跟男生一样。那这个玫瑰就是男生虽然看起来要很强壮，但是心也可以像女生一样很温柔、很柔弱，需要被别人保护。因为厕所的改建的关系他在这个设备上做了一些标志的调整，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让学生们可以理解叶永志的事情，然后体会到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性，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起点呐。日本认为性别法通过了后，后来性别教育推动愈来愈好，不过也是应搁较努力。教育部长潘文忠也伫部部会议主动讲起，高求高中透过中心整理有新的意见，是上好的性别教育。不过对叶永志的妈妈来讲，伊拒绝受访。伊有日本基金会转达想法，伊讲无关系学校是不是纪念叶永志，也无需要任何纪念活动，只希望其他玫瑰少年能活了快乐，无受性别的歧视甲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在4月初2，德鲁古自强号发生败火意外，现场清理了后，交通部就请土木技师去到现场做安全鉴定，看泵坑内面的阿门土壁甲山壁的涉水情形。虽望讲，即马通车已经来通车路，不过这个山架的感测系统十层的安装甲规划，才法度来避免意外再发生。这阵记者所在位置是伫咧台东鹿野发车往南要到山里的这段，因为这边呢会有土石流放落来的风险，所以这已经列伫咧铁基路行车安全6年维护计划内底。全台湾包括北回线、宜兰线、台东线、冲管线、平溪线、内湾线、集集线甲南回线，计共25搭，因为有淹水、落石、水崩山等等的风险，拢列伫咧计划内底。以南回线12搭上多。对台东基本路南经过新吉泵坑出来，一直到太麻里这段，因为有土石崩落的风险，所以这段也列伫咧代替边坡整治的所在内底。不过，这项列伫咧行政院2019年总体检报告的计划，自本伫咧2020年年底爱完成，到达也未做好。代替讲，因为人工智慧判读系统的精准度爱较久的时间测试，估计明年才会完成。不过，边坡监测系统到好，铁路敢就安全啊。光滑下来侦测到，不能够让列车停，因为万一有干扰怎么办？所以它会有其他包括监视器等等，知道警讯之外，还要能够去确认这个事实是不是发生。所以任何的一种单一的防护方式，并不能去应付所有的状况。我们一定要跳出这种迷思。走动大量的土石对山架落落来有几种的工法，包括说青色这种较简单的围篱，更是在一个拿杂网盖几片的网仔，也搁有用红门土起的明水刀，差别伫咧炸土石的程度甲功效，也爱评估第一个状况。不过台湾因为工法较传统，较惯是用红门土栽植的，像牛泽西后南就是。如果这个耐撞的打这样的钢板桩，50米长，我为了运安会，我去精算，大约在130万、150万，这场灾难可以避免。在咧这回德鲁古号败火事故以后，赶去现场做安全评估的朱峰甲技师认为，现场准有设1层到2层更细做的防护网，要炸20栋的怪手，唔是问题。在咧瑞士伊尔格拉本有较接水崩山的所在，特别用更细甲一寡支撑力的壳白做网减轻分散土石落落来的压力，成功炸1000立方公尺的土石。从今年开始，国内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缺工的问题。那你工程缺工，其实有时候你总归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全部用传统工法，还是用钢筋、模板、混凝土，全部都需要人来施作。那今天的话，如果你今天的话考虑国外的相关的先进的工程，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
机器，对哈，把一些支架架起来之后，再把防护起来。虽望有技术认为，更是这个防护网本身是咧建材为正做营业废弃物，而且内热阻动力强，施工的成本低，未来台湾会当考虑。不过对边坡预警系统、风险地段维护工课，到铁路边的工程施工品质，拢要有通盘风险评估，才通真正确保铁路行车安全。记者民警林玉凯、郑派文台北华联报道。咱台湾伫咧2019年加做亚洲唯一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到达今年3月已经超过着5700对的同性结婚，女性占会到7成，不过领养囡仔或者是找人代理生囝，目前现有的法规拢敢若限制伫男女结婚的家庭尔。民间团体认为讲，中央应该先放任现有的人工生殖法的这个对象，甲这个夫妻改做是配偶，和4000多对已经结婚的女性伴侣，会当实现有囡仔的愿望。我们不是不陪两个爸爸做伙请养一个囡仔，描写查甫同志去国外找人借白生囝了后，甲同性的爱人啊做伙请养，面对囡仔的教育、甲社会歧视等等的问题。网络戏剧《酷盖爸爸》是最近这几年亚洲唯一以同志家庭教育囡仔做主题的影视作品。故事原貌就是同志媒体人，也是创立亚洲头一个同志影音平台的执行长林志杰，以真实的人生。台湾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同志家庭，希望这样子的作品呢呈现之后呢，可以帮他们发声，让他们更有就是这样子的能见度，就是勇敢在台湾可以好好的去寻找他们的幸福。我们当然其实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可以促进就是同志领养合法化这件事情。台湾伫咧2019年5月份正做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内政部统计到今年3月，计共5740对同志结婚，男性1700多对，女性超过4000对，占未7成。不过台湾还未开放予同志合法领养囡仔，民间团体认为现行的人工生殖法使用的对象应该先讨棒，将限制夫妻改做配偶，保障女性同志的权益。人工生殖法主要的规定就是讲，将迄个提供精子的那个人的跟孩子的血缘关系把它切掉了，所以呢，那一个人他就不能够再来主张说我是囡仔爸爸，我要来认领小孩，那这样子才会让孩子的亲子关系比较确定。那我们知道，目前立法院确实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就是要有代孕制度的纳入，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版本还是只提供给异性恋，并没有看到男同志配偶的需求。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部分。男同志要爱有囡仔唯一的方式，除了领养，只会当找人借白生囝。不过，在台湾，不管是同性或者是异性恋，拢也未合法，因为借白生囝牵涉到生囝的人在咧有生期间工作、医疗、甲保险等等的权益。民间团体表示，借白生囝人在咧人工生殖法内底要做伙修法，难度也是真悬。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报道。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甲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之一做伙来召开记者会，建议台湾应该要设立守望记者机制的平台，而且还佫一个投诉平台，保护台湾的新闻自由甲媒体劳工的劳动权益。因也建议 NCC 就要出面，伫审查执照的时阵，甲相关的议题列入去考虑。媒体改革社团参全国传播媒体3业工会日一发表台湾新闻自由甲记者权益监测计划成果，针对新闻工作者面对的工作压力，建议 NCC 就要出面，要求媒体经营者甲员工签订编辑室公约，嘛应该要注意媒体违反劳动法规的状况，而且纳入新型媒体执照的项目。现在有很多一线的记者呢，同时面对了媒体老板的压力，也面对了政府的压力。审照方面，电视台基本上都是可能看的是他产出的新闻的一些有没有违反那个新闻伦理啊，或者说这个侵害其他人的权益啊。但是在媒体劳权这一块，并没有列入这个所谓的审照这一方面。
每届团体嘛主张，台湾应该爱甲国际记者协会合作，建立记者权利的守望机制，甲投诉平台。因推出台湾媒体工作者权利观测站的网络平台，希望让媒体人员一个免签名、汇报问题的空间。嘛，希望进一步建立第三方的单位，替媒体拍分数。那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是收集台湾媒体工作者他们遇到的一些状况。一直认为这个第三方能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建立起来，由这个第三方对现在的媒体打分数，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才会比较公正客观，也可以让乐听众有一个评判的标准。NCC 回应签订编辑室公约确实真重要，但是目前无法律会当强制规定，所以敢若会使伫外照也是偏干的时阵鼓励企业来做。劳动法规的部分 ，NCC 表示这本来就是审核项目之一。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张玉水台北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是无塑胶人冠精神。政府打算讲，要伫咧2035年和2040年，互新买奥多拜和汽车全部拢是电动化。不过，真侪民众社区拢是无法度充电的，敢通装电动车的充电设备也引起社区的争议。气派外观4块位的环境清修，经常也伫每一个停车位的后壁预留电动车的充电孔。电线公路也已经连接到家用电表，要来满足日后住户的使用需求。这是位伫台北市当咧销售中的全新建案。这案子的话，大概我们公司行销的有80%以上都有这样子的规划，先把这些管道啊等等的做一个独立的规划，到它可以拉到独立电表，吃它自己的电，这样不会引起就是公共啊有的不愿意，有的没有开的，做一些反弹。最近几年，电动车伫国内哪普遍。根据公路总局统计，随电能小客车的登记数伫2018年底的1795台，提升到去年底的11194台，2年间成长超出5倍。也毋过，也毋是每一个社区拢有当提前装设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因为伫管委会这一关的沟通真无简单。因为这些线路必须要经过公共空间，全部的管委会我们遇到过的。都是以这个他们不觉得充电站是安全的这一个设备来作为考量来拒绝了。目前电动车车主若要安装电动车充电桩，由各住户自家电表后端供电，为大楼机房的电表外接电缆扭线到住户停车格边仔设置，电费由住户负担。虽然政府规定2019年7月了后建物需要为电动车保留充电驾驶的空间，不过伫这进前，多数社区大楼敢会当装设，引起争议。对此，北市府的设立专家辅导团队免费提供咨询，自今年起补助管委会申请充电设备的设置甲维管费用，到目前已经有31个社区来问啊。因为有些大楼没有这个既有的管线，所以很多要穿孔。那穿孔可能会损及结构安全的疑虑，那这部分我们会协助解说。营建署讲，目前旧公寓大楼上麻烦所在，都是伫新增一座管线，可能会经过共用空间。当咧检讨相关法令，未来会尽量互社区管委会较大的权限。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千金买厝，万金是难买好厝边。伫新竹县有一间气工厂，因为生产白铁的关系，空气当中常常排出插片的塑胶味，带伫附近社区的民众，伫一来到工厂门口抗议。抗议布条顶悬诉求，要甲新鲜空气套回来。新竹县新埔这间铁工厂附近的居民，白阿嬷常常闻到对工厂排出来的臭味，而且这款情形已经真久啊。排放类是一种很恶臭的东西，有点像塑胶味，又不像塑胶味，一直北风一吹就往那边吹。我这边邻近的居民几乎已经受不了了。每天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我们倒垃圾的时间哦，几乎那时候都很臭，有时候报案报好，一下子就不会臭了。民众讲工厂应该按照规定。建立更较好的空气污染防治设备，针对民众议论，铁工厂表示有想办法降低所产生出来的臭味，不过目前实在找无法
完全改善。头家讲，说啦，因会继续想办法解决臭味的问题。我们在持续在找更好的能够吸收这个味道的设备进来，我们也在厂商在谈这个事情。因为这么大环境、这么大的空间要做这个吸收，其实不太容易。那再来，我们就把整个工厂周边的这个门窗全部紧闭嘛，让这个问题不要溢散出来。这样。面对民众的诉求，新竹县环保局表示会定期到现场稽查，若是有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4条规定，会使罚1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款。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讲到台湾文学的发展，对清朝尾日本时代到二战时期到今，累积真侪文学作品，所留落来手稿唔那珍贵，也真歹保存，是要安怎收藏研究典史呢？咱来看记者所做的专题报道。清代台湾唯一一对白仔证书是清风诗词记录珍贵手稿，也有台湾作家杨贵的作品登得竞争的手稿。这两件分别是收藏家和家属完整和国立台湾文学馆的文物，拢有恒温、湿度、电光的控制，尽量莫互纸张受到破坏。咱典藏了就是爱头放的一个库房内面，库房呢是恒温、恒湿，那全部的纸品呢，拢会当用无酸纸的来隔开互伊讲袂当佮老化落去。典藏的背后需要真悬的成本，包括修复的专业人力、硬体设备等等。台湾文学馆馆长苏锡斌表示，台文馆的收藏以手稿、独特的稿本、规套的杂志优先。但是收集收藏大部分拢是民间捐赠，如何确认捐赠来源的正当性？文书工作者郑延伟嘛来提出也看法。你的馆的管理，你馆藏怎么进来，合法吗？来源正当吗？比如人家捡到的东西、偷来的东西你也收啊？所以我说的盘点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是不是家属方面有没有照顾到？东西来源是不是正当，你的保存是不是让人家放心啊？起码这3个要做到。面对典藏来源可能发生的争议，国立台湾文学馆表示，事先事后拢会做好审查。阮内面会判断讲，那一旦讲会当，互阮来收藏，阮一定拢会把这个管理拢列甲真清楚。然后会当讲要求到讲，大家拢是讲无做假啦。那事后发现讲有问题，阮会搁回到迄个原来这个程序希望讲会当补足。若无，阮可能爱退回。这前辈作家留落来珍贵文物，得到妥善的收藏了后，要如何推广是后一步的重要工作。即阵台湾各地头计共有33间文学馆，无论是地方政府、学校，也是民间团体，拢真热心咧收藏台湾文学的文物。苏锡斌馆长也表示，台文馆当咧思考未来的资源整合加数位典藏，希望用更较全面的方向来推动台湾文学。记者杨淑晴、张若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9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